各位兄弟姊妹平安。我最爱听拄仔恁唱的那一首诗歌，你信实何广大，我最爱这首歌的。这首歌嘛，跟我今日下晡要讲到的信息有关系。上个礼拜呢，我跟你们一起讲到约瑟的故事，你们还记得有一个英文字是很关键的，在整个约瑟的故事里面，还记得吗？对，哪一个字 ？Providence， 中文呢可以翻译成护理护理师的护理。那有的人翻译成社理。这个如果你能够掌握这个字呢，你大概就可以知道整个约瑟的故事，从38章一直到50章一直是在这个故事这个字的主题底下。他这个字在告诉我们呢，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无论你在哪一个阶段，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，在接手你所遇见的每一件事情。我们可以很大胆、很放心的把自己的生命交在上帝的手中，即使我们遇到的事情我们非常不喜欢，我们非常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、怎么处理，我们非常的头痛，但是呢，我们仍然可以选择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把我们的困难交给上帝。上帝，你知道该怎么办？求你怜悯我，求你保护我。那因为约瑟他的内在世界，虽然他很年轻，17岁就被卖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个小小的约瑟的心里面呢，他认识上帝的 providence， 上帝的主权与他同在。在他的生命中的每一个阶段，他被他父亲差派出去，他迷路，他被哥哥抓起来，然后卖掉，就卖到埃及去。最后呢，他来到了这个埃及法老王的护卫长，叫做什么名字？波提法，到了波提法的家里。每一个站，每一个过程，没有一件事情是他可以控制，他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，不可能。但是呢，每一站每一个经历呢，都在上帝的掌握当中。在39章里面呢，他出现了4次上帝跟他同在，上帝与约瑟同在。这一句话呢，就是 providence， 就是护理这个字呢，用圣经的语言来表达，上帝与他同在。不管你要把我卖到哪里去，不管我被丢到哪个洞里面去，上帝在那里。上帝有办法把我从这个洞里面救出来，我又被丢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上帝还是有办法把我从那里救出来。这就是上帝与约瑟同在的意思。那连圣经讲到，连波提乏这个护卫长，他都看见，哇，那姚刚这口来我的田园呢出产了很多，我的家里面变得很兴盛，跟他来之前很不一样。波提乏没有觉得这是我的很厉害，他知道是约瑟把上帝的祝福、上帝的恩典带到他的家里面来，所以连波提乏都看见说，上帝跟他同在，跟他同在。那圣经要告诉我们，人生会遇到很多的破坏，很多的冲击。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生病，我们的父母亲会生病，我们的儿女比我还要年轻，他们会生病。我们会遇到非常多的障碍，家里的经济本来好好的，怎么会碰到这个事情以后，家里的经济掉下来了，变得非常的困难。我们的生命当中会经历到非常多苦难跟意外打击。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下一步路怎么办？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，不要害怕。你会害怕很正常害怕不是你不属灵或者你不爱上帝，害怕很正常。但是在你的害怕里面呢，上帝要你知道一件事，上帝他的大能的手在保护你，要把你带到一个对的地方去，遇到一个对的结果，好吗？这是上礼拜我们的信息。那整个约瑟的故事都是这个脉络。今天下午呢，我们看到了约瑟的故事呢，他被出卖，
他带着2个梦，他17岁的那个2个梦呢，很疑惑的到埃及去。他会想，这是我在做白日梦吗？还是这个梦是从上帝来的？不像是白日梦，像是上帝来的。但是像上帝来，今天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呢？他带着很大的疑惑到埃及去。这个梦到底要怎么实现？如果是上帝来的，我怎么会碰到这些事情？我哥哥怎么会把我卖掉了？我怎么会丢到坑里面？我怎么会跑到埃及去了？那里他的语言我都不熟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。约瑟没有办法解释他的那2个梦。那2个梦到底是美梦还是噩梦？前面好像是美梦，哇，全家来跟他拜，好像有一个什么很神奇的事发生。但是他到了埃及以后，他会觉得那2个梦是美梦吗？还是那是一个噩梦？不管它是美梦或是噩梦，上帝在那个梦的背后，上帝在掌管。约瑟看不出来，约瑟看不出来没有关系，上帝看得出来，上帝知道怎么样来带领他。后来我们发现呢，约瑟他到了哥哥们出现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他恨不得把那2个梦呢赶快把它忘记掉。他早就忘记那件事情了。那个梦呢，让他觉得是一个讽刺，一个 ironic， 是一个讽刺。什么美梦啊，进入到这个地步，这什么好纪念的梦？这个好像是一个讽刺，一个噩梦。约瑟呢，来到埃及，他为了生存，他开始去奋斗。他进入到波提乏的家，他恨不得呢赶快离开忘记他的父亲的家，忘记他那个伤害他的人的家。被出卖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，赶快忘记我的家吧，忘记我的爸爸，忘记那些可恶的哥哥们。约瑟准备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生活，来好好的在波提乏的家里面呢去奋斗，开始新的人生。然后他就看见上帝祝福他，他的管理的事情呢很顺利，他的整个波提乏的这个家业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兴盛。他可以感觉到，很不错。来到这个地方呢，上帝让我忘记那个可怕的家庭，有一个新的生活开始。很快的呢，到了39章，我们就看到又有一个事情呢发生了。不是那里嫁伯都后，就是叫都后，这么坏的事情呢，就是要发生在他身上，不是倒霉碰到的。他碰到了什么故事呢？波提乏的太太怎么样？来勾引他。我用现代的话讲，就叫什么？职场性骚扰，可以吗？这一般是女生是受害者，那约瑟是受害者。因为就笑脸呢，就恩倒体格很棒。那这个波提乏呢，常常不在家，所以他太太呢就开始有一些这个不好的思想。圣经就天天都去勾引他，天天去勾引他跟他讲一些我们都在讲台上都不好讲的话，对不对？圣经都讲得很露骨。好，但是呢，约瑟没有一次答应他，约瑟没有一次给他自己留后路。他每一次就拒绝 ，no， 因为约瑟知道呢，他的老板对他非常的信赖，他不能够伤害他的老板，对不对？老板把所有的都交给我，只有你不属于我的，你不要靠近我。他不想伤害老板，可是圣经讲的不只是他不想伤害老板，那更重要的是，他说这是一个大恶，这是一个邪恶的事情。你不要来靠近我，你不要来跟我做这个事情。他说我会这样做是得罪上帝，这4个字很重要，得罪上帝。我们在约瑟的里面呢，心里面看到一个非常尊贵的性格。他可能只有17岁、18岁，过了没有多久，但是在这个年轻人的里面呢，他有一个尊贵的性格，就是他拒绝向邪恶低头。用圣经的话来讲呢，这叫做敬畏上帝，好吗？敬畏上帝就是他拒绝向邪恶低头。即使我在很不容易的处境，即使有个非常大的试探要引诱我可能会得到某一种的好处，但是呢，我拒绝向邪恶低头。圣经的
要告诉我们的是，无论你在你的生命中的任何一个处境，即使你的灵性很低落，你有没有想想看，今天是1月12号了，你除了礼拜天以外，读过几次圣经？有做过几次祷告？我鼓励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说，今年1月1号开始到12月31号，可不可以把圣经读一遍？我给他们一张表，把它读一遍。我说你没有读过一遍呢，也不要太自责，因为呢，我从小是在牧师家长大的，我到大学的时候才把圣经读过第1遍，所以呢也是很不认真读圣经的。但是试试看，从现在开始把圣经读一遍。但你说啊，我不要读，我没有时间，我没有那么多兴趣去读圣经，我的灵性很低落，我的信心很小，我对上帝充满了疑问。我虽然每个礼拜天都来敬拜上帝，但是你不知道，在我的里面对上帝有好大的一个问号。我的生活中非常的不顺利，我有很多的试探，我在公司在职场呢，我遇到非常多的试探引诱。不管你在任何的一个处境呢，做一个基督徒，在我们里面，圣经鼓励我们要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，好吗？敬畏上帝的心呢，这是上帝与约瑟同在非常重要的条件。在这个37、38章、39章、40章里面，我们看到4次圣经说神与他同在，有的时候是借着他的老板波提乏来讲出这样的话来。为什么上帝与他同在，却不与另外一个人同在？差别在哪里？就在这个人里面，是不是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？我顺服上帝，即使我再不顺利，我再倒霉，我再就拍康被我碰到了，我仍然不要向罪恶低头。那如果一个人他的内在世界愿意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，你就会看见上帝与他同在。不是因为他读圣经读了很多，每天都读很多圣经，上帝就与他同在。上帝会与他同在。但是没有的话呢？如果你的内在世界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，上帝也会与你同在。那这是上帝的 providence， 上帝的护理呢，要保护你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。如果我们没有敬畏上帝的心，上帝没有办法保护你，因为神不喜欢靠近犯罪的人，神不喜欢靠近罪人。好，他碰到这个波提乏的太太来勾引他，他一直说 no， 不要靠近我，不可以。最后呢，那个人就把他的外衣抢了，他就好被take，他就把整个外衣丢了。结果这个外衣呢变成一个证据，他呢就告到他先生那边去。然后他先生下班回来，看他哭哭啼啼的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他就诬告他一状，他先生就把他抓起来，关到监狱里面去。这个地方呢，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小 trick。为什么他先生是一个法老的护卫长，他为什么把他杀了呢？在古代的法律里面 ，attempted rape 就是强暴未遂，中文是不是这样讲 ？attempted rape， 强暴未遂罪呢是死刑，在埃及的时候，埃及的法律里面，为什么这个波提乏没有把他杀了？为什么？2个原因有可能。第一个呢，波提乏不太相信他太太的控告的话，可能这不是第一次了，对不对？他不太相信他太太，因为有很多的矛盾，有很多不可能的一些情境，他太太呢编故事编的人家不太相信。除了这个以外呢，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？上帝与约瑟同在。你想要杀他吗？没办法，你杀不下去。上帝在保护约瑟。如果是换作是别人，在这个恶劣的环境，别人早就倒下去了，别人可能就犯罪了，或者是呢，我对你这么忠心，为你做事情，怎么会你还诬告我？你不相信我？真的不是我，我真的没有怎么样。最后呢，可能被杀了。为什么在约瑟的身上他没有倒下来，他仍然站立？因为上帝与他同在。这件事情好不好？这件事情太重要，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我不是一帆风顺，不会遇到倒霉的事情，不会遇到坏人来告我，会碰到这个对我很不利的事情。
没有，我跟不信耶稣的人一样，我也会碰到你们碰到的事，有时候碰到比你们还要多。因为我们信耶稣的人，我们心里面很正直，我们不犯罪，我反而碰到倒霉的事情。但是呢，我们不会被打倒，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上帝的护理，有一个旧约学者说呢，上帝的护理呢，再一次的在波提法把他抓起来关到监狱的时候，上帝的护理，上帝的 providence 再一次对约瑟发出微笑 smile 上帝对约瑟微笑，免惊，我有办法，你先到监狱去，不要怕，不会怎么样的，我与你同在。约瑟好像从他哥哥的丢他到一个坑里面，然后到埃及的这个护卫长的家里高升了，然后又掉下，又到监狱去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在高高低低的人生里面，约瑟一直都站住，没有倒下来。后来我们发现呢，监狱的大门，他被丢到监狱去了，对不对？监狱的大门是通往法老王宫的最近的一条路，明白吗？从监狱到法老的王宫，这是最捷径、最短的一条道路。这条道路是上帝为他开的。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呢，有太多太多的危机。那圣经要我们去学习，上帝要我们去学习约瑟怎么样依靠上帝的主权、上帝的恩典，度过这些危机。好，约瑟被丢到监狱去了，在监狱呢，一天一天的过啊，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离开。在监狱是不是很浪费时间的一段日子？很浪费时间，对不对？什么事都不能做成，到底是17岁被关进去，27岁会放出来，还是37岁放出来，47岁放出来？不知道。没有判刑，没有审判，没有判刑，就是把你丢在那边，你不知道哪一天要出来。我们在上个礼拜呢，我们提到独处的操练，这是基督徒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灵性成长的过程。Solitude， 独处的操练呢，这是上帝量给约瑟很重要的一段时间。在监狱里面一事无成，没有任何，不知道明天在哪里，不晓得要做什么，不知道要关到什么时候。这个独处的时间呢，是上帝为约瑟的生命转化预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。在这个监狱的独处里面呢，我们上礼拜提到呢，这个 false identity 还记得吗？ false self， 一个对自我错误的认识。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学校，我们的公司，我们在台湾，我们现在到加拿大来，每一个社会都会给我们一些 false self、false identity， 会让我们有一个对自我错误的认识。这个自我错误的认识会让我们不能够去得到上帝的祝福。我们会活在一个假象里面，我们活在一个社会塑造给我们一个 social compulsion， 社会强迫我们，你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，你要开一个怎么样的车子，你要住一个什么样的房子，你度假的时候要到什么样的地方去。我度假呢，可能在家里度假，你度假可能到夏威夷去度假。我们会觉得我这样的人，我们应该到哪里去度假？我们会被这个世界给我们很多错误的形象、错误的自我认识。如果约瑟一直活在这样的错误的认识里面，他那2个梦永远不会实现。但上帝要把他这个社会给他一个错误的自我认识呢，把他整个改变，整个破除。什么地方是做这件事的地方呢？就是监狱。有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会不会来到一个像监狱一样的地方？我们可能从来没有去过监狱，对不对？我们也不要去那种地方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的生命的处境，在健康出问题，在家里面至近的亲人死亡过世，在经济出问题，在儿女出问题，在社会加拿大社会的经济出问题，我们会来到一个地方是好像被绑住了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那就是我们的监狱。我们觉得没有希望，看不到明天。但是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基督徒常常需要来到这样一个处境，上帝帮助我们把我们的
false self、false identity 呢，把我们转化过来，我们可以真正认识自己，也可以真正去认识上帝。好，上帝把他带到监狱，监狱是一个看起来呢完全没有希望的地方。他被误会，他失去工作，他失去家庭，失去温暖，他进到监狱，失去自由。监狱是一个不可能实现那2个梦的地方，完全不可能。谁要来跟你拜啊？你要去跟人家跪，跟人家拜。你父母亲怎么会来跟你拜呢？你在监狱里面。监狱是一个看起来没有恩典的地方，没有未来的地方，你的梦想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地方。但是呢，上帝帮助约瑟在监狱里面经历到，在风暴当中经历到平安，在黑暗里面看见光明。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？上帝常常会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呢，把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把它整个推翻掉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你信耶稣信了很久，有一天呢，上帝会把你对信耶稣的那个经验呢，整个把它推翻掉，重新再来一遍。这就是约瑟的经验。因为上帝是那样的一个伟大的上帝，一个超越的上帝，他不能够被我们过去的经验所限制。在我们过去的经验里面，我们想这位上帝就是长得这个样子。上帝告诉我们什么？我长得不是这个样子，你重新来认识我。上帝太伟大，太巨大，上帝不能够被我们绑架。有的时候基督徒会用祷告去绑架上帝，这不是在责怪你们，这是在讲我自己的经验。有的时候我想要得到一件事情，我想要上帝垂听我一个祷告，我用祷告去绑架上帝。上帝，你一定要答应我的祷告，因为你发出了很多的应许，对不对？你们祈求就必怎么样？就必得着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寻找就必给你们寻见。上帝，这话是你说的，照着做。上帝说什么 ？No， 这句话呢，现在这个处境我不会照着做，你重新来认识我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整个基督教的经验，从年轻到年长，我们对上帝、对基督教画出了一个经验来，上帝会把整个经验把它完全推翻掉。你重新来认识我，我是一个怎么样的造天地万有的上帝，你还不够认识我，你要重新来认识我。所以约瑟在监狱里面所要经验的是，他年轻的时候17岁之前，他对上帝的认识呢，上帝把他整个都推翻掉，你重新来认识我。唯有在这样的时候呢，在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当中，我们看不见上帝的时候，我们才真正的看见上帝。我有一个老师叫巴克 J. Packer， 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北美的神学家之一。他在90几岁的时候，他因为这个黄斑部病变，眼睛看不清楚了，然后视力退化了。他讲了一句话非常震撼我很多年。他说：“当我看不见的时候，我才开始看见基督。”明白这句话吗？当我看不见，我的眼睛看不见的时候，我才真正的开始认识基督。那时候他已经90几岁，他是著作等身5个最重要的基督教的这个领袖，20世纪最重要的领袖就在温哥华。他说：“我要重新认识基督。当我眼睛瞎掉的时候，我才重新认识基督。”他已经写了多少的神学的著作？这是基督徒非常深的一个生命的体验。当我们看不见上帝的时候，我在黑暗里面，我在黑暗当中，监狱里面，我看不见上帝的时候，我才开始看见上帝。当我在上帝的 silence， 在上帝的沉默当中，我才听见上帝说话。听得懂我这句话吗？你在问上帝，请你告诉我怎么办？上帝 silence， 只有在上帝沉默的时候，我们耳朵才开始打开，听见上帝说话。这就是这段故事要告诉我们约瑟的故事。
在监狱里面，他不断的提到，他进到监狱，他还说，人家告诉他，上帝与他同在。上帝沉默，但是上帝并没有消失，上帝并没有不见，上帝只是没有讲话，但是上帝在那里。在最不可能的环境呢，约瑟经验到他开始往上爬了。在监狱里面，他遇到两个法老身边的大将，对不对？司膳长是做这个做面包的、做饼的，还有司酒长这两个人。这两个人呢，做了一个梦，然后梦醒过来以后，就心里面很忧愁，哇，这个梦是什么意思？那心里面惊惊的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约瑟来到他们的面前，约瑟才10几岁，他的眼睛可以看到这两个人呢，面上有忧愁。他就问：“是安怎啦？你来看看，靠考，为什么那么难过的样子呢？”他们就跟他说：“哦，我们做了两个梦，怎么样怎么样。”约瑟听见呢，他就向上帝祷告，然后他告诉他们呢，解梦出于上帝。上帝有办法告诉你们怎么样。后来他解了梦，把这两个人的梦都解释了啊。那这个故事我们很熟，我就不多讲。他把这两个人的梦解了，然后最后呢就应验了。很奇特的是，约瑟不能够解自己的梦，他却可以来解别人的梦。他发现什么呢？在他身上呢，在监狱里面的这段日子，他的身上产生了一个新的力量。他可以去解释别人的梦，这是一个很奇特的能力。最后呢，3天之后，那个司酒长呢就被释放了，司膳长就被杀了。好，他希望这个司酒长出去的时候呢，可以把他带出去外面，对不对？可以让他离开，把他送出去。但是呢，司酒长出去外面怎么样？就完全把他忘记了。完全忘记约瑟帮助过他这件事情。这个忘记是不是约瑟很倒霉？看起来很倒霉，对不对？如果他记得，他就赶快把他拉出监狱。谁喜欢在监狱啊？半天一个小时都不喜欢，越早离开越好。但是呢，如果他离开监狱，会发生什么事？2年之后，法老王要做一个大梦，这个梦唯有约瑟可以解决。如果他出去到外面去呢，找不到约瑟了，约瑟失去那个机会去为法老解梦，所以他就继续待在监狱里面，又待2年。我们觉得，哎，待2年有什么关系？你只有10几岁，待2年没关系。可是你要为约瑟着想，他司酒长离开的时候，他知不知道他再待2年？他知不知道？他不知道。再待1天、2天、2个礼拜、2个月。他不知道要待多久，他一直等，一直等，一直等。上帝就叫他在监狱里面等。这个等待非常的重要，因为要等下一个非常重要的梦要出现，那就是法老的梦。所以约瑟继续在监狱里面呢，去安静的在黑暗当中去等待，他的心里面需要等候上帝。上帝啊，求你怜悯我。上帝啊，你若肯，可不可以早一点把我拉出这个监狱？这个地方实在是不是一个好地方，求你怜悯我。经过2年以后呢，法老做了一个大梦，他们需要找解梦的人，然后那个司酒长就突然间想起来，啊，想到了约瑟。那2年前，我觉得少年给啊帮我解梦，3天之后就应验了。啊！我整个把他忘记了。还好他被关在监狱里面，好不好找？很好找。如果他到马路上去乱跑呢，或者回到了巴勒斯坦去，这司酒长再也找不到他了。他被关在监狱里面，一下就找到他了。约瑟在这时候才惊艳到，从监狱的大门，下一站到哪里去？到法老的王宫去了。这从监狱到王宫是最近最短的一条路，而上帝在这2个地方，上帝在掌权，把他直接从最低的地方立刻放到最高的地方。他经历到上帝的保护跟带领。
但愿这个故事呢，也可以建立你的信心，好不好？无论你在生命中的哪一个阶段，你像约瑟一样，好像被困住，失去自由，失去力量，失去盼望，不要放弃对上帝的盼望。上帝一定会来搭救我们的，上帝一定会拯救我们，脱离我们的黑暗，脱离我们的困境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你如何做工在约瑟的生命当中，这么的奇妙。我们相信你也要做工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当中无论是在哪一种的艰难处境里的人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不能够忍耐太久，求你救我们脱离我们的困境，求你赐给我们信心，等候你的救恩来到，等候你的平安，你的喜乐，你的盼望来到，帮助我们。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